后一位为大家特别介绍。我少年的时阵，伊就红甲抓袂牢，演戏演男主角，唱歌、主持万能的啦，任可不倒。唱歌、演戏甲主持，这位过去红记记有才华兼好演技，每一项胜过阿奇。特别来介绍徐峰，你知过去外风光，较早外红，互你讲，你知阿奇无后防。徐峰已经伫舞台，要听歌难免等待。今仔日传什么来？歌名当然爱交代。因若无徐峰要唱什么歌，卡拉落。这条歌都熟悉啊，什么歌？阿奇拄啊无介绍。安尼咱就歹势，直接咧做主持人，做甲落漆。徐大哥今仔日为咱传来的这首，真好听哦。等下音乐放落，你讲这首我知，但是歌名你敢知？我惊你毋知，所以赶紧甲歌名介绍互你。徐峰大哥要来唱这首歌，叫做《再会夜都市》。咱来欢迎徐峰徐大哥。幸福自由。